嫁你为妇，你疯了吗你？不信你去问问你母后啊！你，哎，您看看，多好啊！好啊！就这2张狼皮，别的没有了。哎，你等等，你别走，你就拿这2张臭烘烘的狼皮来换我这锦缎，这不行啊！我这锦缎很贵的。贵什么贵？2张狼皮换1匹锦缎，在我们草原都是这么换的。哎，我说你个奸商，你要是敢耍滑头的话，打你啊！哎，你别走！谁怕你啊？这是咸阳，不是你们义渠，这里可是讲秦法的地方，不给钱休想拿走我们的锦缎！哎，你个臭娘们儿！将军，这2人蛮横不讲理，咱不要了。这是咸阳城。你别走！你把我锦缎弄破了！你分明是有意把我的锦缎弄破了！你赔我钱！赔我钱呢！你这奸商故意损坏锦缎，想讹诈我们！别看我们将军老实，就可真有你们讹诈，听见没有？不是，你别走！走啊！赔钱！不撒！撒不撒？不撒！不赔钱！赔钱！赔我的钱！赔我的锦缎！你们不孝，赔钱！还敢在关中门前出城赔钱呢你！撒手就掉下去！你别走！别走！赔钱呐！赔钱！将军，别走！别走，人就出事了！哎！走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快起来呀！你没事吧？杀人了！一群人杀人了！走，快点！是有人在杀人了！一群人杀人了！别动！别动！大王有令，不管何人触犯秦法，一律依法严办。魏将军，走吧。上来！义渠军有事找寡人，不错。何事？我手下有几个将士，在街市上误伤了人，被廷尉抓走了。其中有个上将军叫虎威，你知道，他是我义渠的勇士，战功累累。我刚刚派人去接，廷尉不肯放人，说这都是你的吩咐。虎威等人违法乱纪，在秦国之内，任何人都要遵守秦法，就算是寡人身边的人，也不例外。这种事又不是第一次了，以往犯了过错，大营派去接人，只要交了赎金，便可无事。为何这次不放人？莫非你是故意为难我？若只是普通的惹是生非，自然交了赎金便可。可虎威在街市上强买强卖，商家不从便伤人致死，寡人只能依照大秦的法度行事。哼，好。我今日倒要听听，你如何行事啊？杀人偿命。偿命？一个街边的小贩，怎么可能让我义渠的勇士去为他抵命呢？不管任何人，都是我大秦的子民。寡人身为秦王，就要为他们做主。看来你是不肯放人了。不错。任何人都改变不了我大秦的律法。刚长毛的小狗崽子就要呲牙了，听好了，我是看在你母后的份上，我才对你容忍再三。你不要得寸进尺，寡人才是看在母后的份上，对你再三容忍。你可明白，这里是大秦，不是义渠，这里我说了才算。虎威触犯秦法，他是死定了。寡人即刻下旨，让廷尉府议罪。说了算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是我让你做了这个秦王，你才能做这个秦王。如果我说个不字，你立刻就得从这个王位上给我滚下去。真是天大的笑话！我乃嬴氏王族，继承祖业。岂是要你的允许？继承祖业？
继承祖业，这才是天大的笑话。是我这个继父鼎力相助，才把你送上王位。如果没有我，你都不知道你祖宗是谁。放肆！我生父乃先惠文王，一个夷狄之辈，也敢自称为父？我与你母后拜过长生天，祭过祖宗，成过亲。你母后嫁我为父，我们自然是一家人。你这些年，我真的是有心把你当成家人，视为己出。可惜呀，你是个养不熟的畜生。既然你视我为外人，我也不想与你亲近。你想从我们这个家里走出去，好，那就各立各的营帐吧。你的家，嫁你为父，你疯了吗你？不信你去问问你母后啊！你。我们在楚国的探报还说，芈衡听信晋上等人的谗言，不顾黄歇的劝阻，再一次流放了屈子。眼下，楚国已派使臣来到咸阳。母后，继儿，怎么了？你们都先退下吧。是。怎么了，继儿？母后，你和义渠君他……义渠君如何？您是父王的妃子，大秦的太后。可那个戎狄蛮子，他竟敢说你已经跟他拜过祖先，正式嫁他为妇。你这么着急赶过来，我还当是发生什么事了呢。坐下说吧。母后，先喝口水。母后，您说呀。我和义渠君的确举行过义渠的婚礼。可您是秦国的太后啊！我知道，世人眼中太后可以养男宠，却不可以再嫁人，所以我也没打算昭示天下。那你为什么非要与他正式婚嫁？因为那时我有了福儿，我不想让福儿做私生子。另外，我也想有个家。就是因为这个？对，就这么简单。可他不这么想。那个戎狄蛮子因为你嫁给他，便把整个大秦也看作是他的囊中之物。不会，他不过是跟你说说气话罢了。母后，继儿不明白。不明白什么？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您这是因小失大。那依你看，什么是大，什么是小？母后，您不是普通的妇人，您是大秦的太后，您想要什么都唾手可得。可母亲想要的东西，却是可望不可及。您说什么？可望不可及？您一直想要的，不就是天下吗？有一日，王儿定将整个天下亲手献于母后。看来，你的确是不明白。走，母亲带你去个地方。